曼城嘅香港人早晨，今日係12月3號星期三。今日嘅曼城早報有幾單你一定要知道嘅本地新聞。曼城市中心發生一宗帳篷內嘅強姦案件。Piccadilly Gardens 再有暴力搶劫案。Metrolink 罷工突襲式押後。同時亦有宏福苑大火嘅重要更新，以及係曼城港人悼念活動嘅最新消息。仲有英國 Sarah Everard 調查報告帶嚟嘅重要警告。亦會講下東南亞風災嘅最新情況。我哋先講講今日嘅天氣。今日曼城6度到8度，整體係間中有陽光，乾爽為主。早上6點到10點，大約係5至6度，落雨機會低於5%，風勢好輕。中午開始稍為回暖。11點到下晝3點，大約7至8度，雨勢機會最多去到10%，都係微風。下午後段到傍晚依然乾爽，溫度維持喺7度到8度左右。今日係舒服嘅冬日，間中有陽光，幾乎唔會落雨，帶外套同埋頸巾就夠啦。曼城市中心發生一宗令人震驚嘅性暴力案件，警方正係就一名女子喺帳篷內被強姦展開調查。事件發生喺上星期5晚，地點係 Deansgate 附近嘅 Lincoln Square， 女子年約20幾歲。警方表示，星期6晚巡邏嘅警員留意到一男一女喺現場發生爭執，女子其後向警員報稱自己喺星期5晚被該名男子強姦。初步調查顯示，兩人喺大約晚上10點鐘相遇，之後一齊走入帳篷入邊，而襲擊就係喺帳篷入邊發生。警方拘捕咗一名30歲男子涉嫌強姦，佢已經被拘留問話，之後獲准保釋，但係有嚴格限制，包括禁止進入曼城市中心。警方強調目前冇其他在逃疑犯。負責調查嘅 Nicola Williams 警司話，首要工作係支持受害人，並同專業支援嘅機構一齊幫助佢度過極度痛苦嘅時刻。警方正係加緊搜證，並同檢控官合作，希望盡快可以將案件送上法庭。警方亦表示，目前已經喺市中心一帶加強巡邏，特別係星期5同星期6夜晚，確保女性喺夜間活動時感到安全。警方呼籲，如果市民喺11月29號喺 Lincoln Square 一帶見到任何可疑嘅情況，或者有任何細微嘅線索，請立即聯絡警方。案件編號係161329112025，或者你亦可以匿名向 Crime Stoppers 提供資料。曼城 Metrolink 原定喺今個週末嘅3日罷工已經臨時押後。今次行動涉及320名屬於 Unite 工會嘅電車車長，原本由12月5號星期5開始罷工，去到星期日結束。罷工原因涉及疲勞管理、休息時間不足以及係輪班表安排等問題。車長主要來自 Warwick Road South 以及係 Queen's Road 兩個車廠，負責大曼城所有路線嘅運作。如果罷工如期進行，今個週末嘅曼城聖誕市集、大型演唱會包括 Ed Sheeran 喺 Co-op Live 嘅場次都會受到嚴重影響。但係因為尋日談判有新進展，僱主 Metrolink、工會 Unite 同埋大曼城交通局達成新建議方案，罷工暫時撤回。工會表示將會喺星期5之前進行投票，俾車長決定係咪接受新嘅方案。如果投票唔通過，12月19號、20號以及係12月31號嘅除夕夜罷工仍然會如期進行。呢3日嘅罷工將會影響全年嘅除夕倒數活動，包括聖 Peter Square 嘅煙花倒數，而且係啱啱好撞上 B Network 巴士另一輪200人嘅罷工。新方案包括改善輪班表，以及係增聘電車車長，以減輕疲勞問題。Keolis Amy Metrolink 方面就強調，已經同工會經過多個星期嘅談判，提出具意義嘅改善方案。工會將會向會員建議接受。大曼城交通局表示，今個週末所有電車會如常運作，對準備外出購物、睇 show、參與聖誕活動嘅市民嚟講，都係個非常好嘅消息。警方以及運輸部門提醒，節日期間搭車外出嘅市民要保持耐性，並尊重前線員工。
曼城 Piccadilly Gardens 發生一宗暴力搶劫案，一名男子被打到血流滿面，之後倒地昏迷。事件發生喺10月15號嘅晚上，大約11點20分去到11點半之間。當時現場大約有15個人，先爆發口角衝突。警方話，期間有一名男子手持爆裂嘅玻璃樽，佢隨後逃跑，而另一名男子疑似係追住佢。兩人跑到去近賭場嘅 Lever Street 轉角位，呢一段路喺閉路電視畫面之外。再出現嘅時候，追住對方嘅男子已經係耳朵鮮血直流，之後喺街上倒下。警方相信傷者嘅電話被偷，佢當時係追住疑犯想攞返手機。但曼城嘅警察尋日發出公開呼籲，希望有目擊者提供線索，包括喺當晚經過 Piccadilly Gardens 或者係 Lever Street 附近嘅市民。警方亦呼籲，如果有人拍片或者有 dashcam 手提電話錄影，都可以交俾調查人員。任何人士如果掌握資料，可以致電101，引用案件編號373715102025，亦可以透過大曼城交通局嘅網站 live chat 報料。匿名報料嘅可以致電 Crime Stoppers 0800555111。Bury 議會警告駕駛者 Prestwich 嘅 Bury New Road 今日起會出現塞車，原因係附近嘅水管漏水，需要緊急維修。工程已經喺尋晚7點開始，喺 Bury New Road 同埋 Fairfax Road 嘅路口安裝臨時交通燈，臨時燈至少會維持到星期4嘅早上。同一時間 Fairfax Road 部分路段亦因為重建工程而封閉。議會提醒，未來2-3日嘅交通會比平時更慢，駕駛者要額外預留時間。曼城香港人社群近日陸續籌備舉行大埔宏福苑大火嘅悼念活動，目前已知共有2場。曼城本地團體 Salford Hong Kongers CIC 就更新咗悼念活動最新準備嘅情況，活動暫定喺12月7號星期六下晝1點到5點舉行。目前正係等待場地嘅最後確認，有2個相鄰地點正係等待批核處理。室外地點係 Parsonage Gardens，postcode 係 M32LF， 室內地點就係 People's History Museum。當日會設置獻花同埋悼念區，一共3個部分。第一係鮮花區，不論喺室內定係室外敬獻嘅鮮花，最後都會統一帶到 Parsonage Gardens， 安放於指向香港嘅紀念位置。第二係基督教接紙花區，參加者可以接紙花致意。儀式結束之後，接紙花會帶到教堂，由牧師祈禱後再妥善處理。第三係香港儀式接紙區，現場可以手接花，又或者抄寫經文再接成紙花。儀式結束之後，義工會將呢一個區嘅紙花送往寺廟，由師傅誦經同埋化寶。另外，活動亦會安排 open mic 同埋默哀嘅時段，俾市民表達心聲，共同悼念。主辦方表示，知道大家都非常關心悼念會嘅細節，現時已經全速籌備，有新嘅消息會盡快同大家公佈。呼籲曼城嘅香港人互相分享資訊，亦請大家耐心等候更新。而另一場悼念會就由前大埔區議員、前西貢北區議員譚以培正係自發組織一場悼念同支援嘅聚會，令到南曼城附近嘅香港人可以圍爐同埋傾訴感受。活動係由 Fallowfield International Cafe 提供場地，由 Christchurch Manchester 舉辦，向所有國籍人士開放。主辦方就話，如果有朋友喺今次大火中受影響，又或者情緒低落、感到哀傷，需要傾訴，都歡迎嚟到現場交流。而日子係12月3號星期三，即係今日晚上嘅7點到夜晚嘅9點。地點係 Luther King House、Brighton Grove，postcode 係 M145JP。我會放喺資訊欄俾大家查閱。語言係廣東話同英文，亦都係免費入場，提供小食同埋飲品。
大埔宏福苑嘅5級大火，死亡人數再上升。警方公布死者增加到156人，當中127具遺體已經確認身份，仲有29具有待確認，約30人仍然失聯。喺搜索方面，首先起火嘅宏昌閣已經完成咗40%嘅搜索，另一座嚴重受影響嘅宏新閣就完成咗大約90%嘅搜索。警方話，火場環境依然非常惡劣，搜救同埋搜證都需要時間。去到前日下午4點，已經有大約116名罹難嘅家屬去到富山殮房辦手續。去到12月1號為止，警方一共以涉嫌誤殺拘捕咗15人，包括14男1女，年齡介乎40至77歲，涉及大判工程公司、工程顧問公司同埋二判棚架外牆維修公司嘅人員。警方又強調，棚網係一件非常重要嘅證物，之後會安排專人將棚網拆出嚟，用做重建模型同埋做一系列嘅測試，估計至少要3個星期先可以完成搜證嘅工作。警方留意到有遺體相片喺網上流傳，網絡安全部門已經接手調查，並要求相關嘅平台刪除相片，呼籲市民唔好轉發，尊重死者同埋家屬。喺火災之後，社會上有唔少聲音要求檢討大維修嘅制度，包括民協主席、前區議員廖成利在內嘅一班民間人士，原本計劃喺尋日下午開一場高樓維修政策嘅民間記者會，討論善後安排、獨立調查委員會、工程監管同埋圍標等問題。不過發起人臨時通知傳媒，話有部門要求記者會需要取消，但係就冇講明係邊一個部門。廖成利之後證實自己喺下午1點被警方國安處約見，喺元朗警署會面，去到近4點先離開。佢因為簽咗保密協議，話唔方便公開會面內容。廖成利表示，民協對宏福苑火災有一啲意見同埋建議，會喺適當嘅時候再開記者會對外交代，並會向相關嘅部門提交文件。至於會唔會繼續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佢話民協早前發出嘅公開聲明已經寫得好清楚。評論人黃岸然亦喺 Facebook 承認自己有份籌備今次嘅民間記者會，同樣已經同國安處人員會面。另一邊廂，新聞媒體誌就追查咗宏福苑用嘅發泡膠板來源。據聞話，第一批發泡膠板係喺2024年9月運到屋苑，當時承建商項目經理同埋工程監督親自到場，向法團解釋會用發泡膠板封窗。有住戶擔心發泡膠板易燃，曾經致電工程顧問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查詢。公司董事黃合賢回覆時話，條例上對發泡膠板冇阻燃標準，但係承諾會留意阻燃嘅問題。據聞提供相片見到第一批板材包裝寫住 CO2 生態健康地暖板，印有 TAPER 塔普菲字樣。記者按住包裝上公司名同埋網址喺網上搜索，發現實際公司叫做 TAPFER。Tapfer 係一間聲稱總部喺德國、主力做供暖產品嘅企業，喺內地係由武漢公司代理。不過記者冇辦法喺德國或者歐洲嘅官方資料庫揾到相關記錄，打去客戶服務電話亦冇人接聽。內地企業查冊顯示，相關商標係由武漢公司註冊，但係產品目錄入邊並冇 CO2 生態健康地暖板呢一款產品。有做咗近30年地暖工程嘅師傅接受訪問嘅時候話，內地地暖板大多數都係由聚苯乙烯，即係發泡膠，有隔熱功能，但係遇火就會溶。正常係埋喺水泥底，唔會直接暴露喺外牆。記者致電宏業建築查詢，問宏福苑使用嘅發泡膠板係咪易燃物料，其中一名工程人員只係回應一句呢個問題唔答，之後就收線。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政府會成立一個由法官主持嘅獨立委員會，
調查宏福苑火警嘅起火原因，同埋點解會迅速蔓延。佢話會由司法機關提名法官，之後再研究工作範圍，並承諾調查報告會公開。不過外界最關注嘅係呢一個獨立委員會係咪屬於調查委員會條例下法定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定係只係冇法律權力嘅獨立檢討委員會？兩者嘅權力相差非常遠。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權傳召任何人士作供，拒絕出庭可被發出逮捕令，拒絕答問題可被視為藐視，最高可以判監3個月。委員會亦可以申請搜查令，調查過程會被視為司法程序。委員會同證人嘅供詞都有絕對特權。南丫海難調查都係用呢一個模式，船員同埋海事處人員都必須按傳票作供。最終就提交咗238頁嘅報告，提出多個階段出錯。另一種就係政府常用嘅獨立檢討委員會，冇法定傳召權，冇搜查權，亦冇強制力。例如2018年大埔九巴車禍後嘅檢討委員會，運輸署曾經以商業機密拒絕提交資料，委員會唯有靠游說，再加巴士公司嘅同意，先攞到部分文件。亦有提交意見書嘅人士拒絕出庭作供，委員會最終不能採納相關嘅資料。今次李家超只係講獨立委員會，但冇講清楚係邊一類型。若屬調查委員會，可以強制召喚承建商、政府部門、工程公司作供。若屬檢討委員會，好多資料可能都得唔到，權力有限，只能提出建議。社會普遍要求今次必須開真嘅調查，即係有法定權力嘅 Commission of Inquiry， 否則好難查清責任，亦好難釐清係咪涉及偷工減料、假文件或者係監管失效。宏福苑大火之後，全城關注棚網安唔安全，有啲屋苑喺大堂貼出棚網檢測報告，但而家有報道指部分嘅報告真確性備受質疑。深水埗怡國苑同埋柴灣豐華邨都使用山東神旭化纖維網有限公司生產嘅棚網。兩個屋苑展示嘅檢測報告都聲稱由國家勞動保護用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北京發出。記者致電呢一間北京嘅檢驗中心查詢，職員話實驗室喺2019年已經改名，而家正式嘅名稱係國家勞動保護用品質量檢驗檢測中心北京，並冇監督呢2個字。職員直言，凡係2019年之後仲用舊名，加上監督2個字嘅報告，100%係假報告。如果文件上仲寫住法證質檢呢一啲字眼，更加可以肯定係假嘅。報告所引用嘅另一間賓州市檢驗檢測中心，喺官方嘅網站查詢系統入面，完全揾唔到相關報告記錄，電話打去亦一直冇人接聽。相比之下，房屋署特別審查組早前到怡國苑抽查棚網，相比之下，房屋署特別審查組早前到怡國苑抽查棚網，當時話達到標準。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亦曾經引用初步化驗結果，指宏福苑棚網符合阻燃要求。但去到12月1號，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改口，話警方喺宏泰閣、宏道閣、宏仁閣同埋宏志閣一共7個位置抽取樣本檢驗，結果全部都係未達阻燃標準。鄧炳強其後就形容，懷疑有人將唔合格嘅棚網混入合格嘅物料入面。換句話講，而家唔單止係宏福苑本身嘅物料出問題，其他淨係做大維修嘅屋苑，連用嚟證明合格嘅檢測報告都可能係假文件。英格蘭同威爾斯有超過1/4嘅警隊，到而家都依然未有齊針對性罪行嘅基本指引。呢一項係關於 Sarah Everard 案件嘅最新獨立調查報告所揭露嘅嘢。Sarah Everard 喺2021年步行返屋企途中，被現役警員 Wayne Couzens 綁架、性侵，再被殺害。事件震撼全國，而今次嘅調查係屬於第2個階段。主持調查嘅係 Lady Eilish Angiolini， 佢指出
保護女性免受暴力嘅措施始終都未跟得上現實需要。好多警隊連最基本嘅政策都未定好，而且全國數據混亂，連有幾多女性喺公共空間受襲都冇完整嘅統計，令警方冇辦法察覺犯罪模式。報告亦都提到 Cousins 喺犯案前2個月曾經2度對女性暴露下體，但係案件處理欠妥，係阻止佢嘅一個重大機會。報告亦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政府需要一套真正統一嘅全國策略，將暴力侵害女性列為優先事項。所有警隊都需要訂立處理性罪行嘅清晰指引，包括暴露等非接觸嘅罪行。警方需要同城市規劃部門合作，改善街道照明同埋公共空間嘅設計，推廣 Thames Valley 嘅警惕計劃，專門針對夜店區內嘅跟蹤式行為，加強警方同埋檢控部門處理強姦案嘅能力。英國亦應該考慮引入旁觀者協助法，鼓勵路人見到危險嘅時候出手幫忙。Sarah Everard 嘅家人喺聲明入邊話，希望今次嘅報告可以帶來實際改變，因為當年發生喺 Sarah 身上嘅恐懼，今日都仍然困擾太多女性。東南亞國家喺上個禮拜遇到熱帶氣旋侵襲，所帶來嘅水患同埋山崩造成至少1140人死亡。印尼、泰國、斯里蘭卡同埋馬來西亞政府仍然喺度搜索緊失聯者，仲有幾千人被困。喺斯里蘭卡，熱帶氣旋迪特雅喺上個禮拜自東面登陸後，喺11月28號上午造成咗破紀錄嘅豪雨同埋多宗山泥傾瀉意外。去到10月1號，已經超過350人死亡，幾百人下落不明，超過15000戶房屋被摧毀。路透社報道，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部分地區1日依然水浸，好多居民受困家中，當地20萬居民撤離至1275處避難所安置，全國至少200條道路損毀，超過10座橋樑遭到沖斷，交通極為不便。直到1號，僅有部分地區嘅鐵路、火車同埋電信服務恢復運作，災區嘅淡水供應更加將會係一大嘅挑戰。今日嘅曼城早報就嚟到呢度。多謝你每日早上花少少時間聽我講新聞，真係好開心可以陪住你開始新嘅一日。如果你覺得呢個節目幫到你，或者中意有人用廣東話為曼城香港人報道英國新聞，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曼城早報逢星期1至5都會更新，希望可以陪你嘆早餐、搭車返工返學，做你每日嘅曼城廣東話早晨節目。祝你今日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心情愉快。我哋聽日再見啦，拜拜。